非常多的力气，邀请国内非常多优秀的这个音乐工作者一块齐聚在一场。大家现在有点焦躁哈，因为呢，据说是部落界的郭富城现在已经在台上了，期待吗？好，但是呢，听说我要先帮他工商服务一下。舒米恩同学全新专辑6月30号正式开卖。有点重要事情哦，你们给我一点时间，毕竟我跟舒米恩也是有一些协议上相通的地方。7月5号到7月7号连续3天晚上8点钟，在了沃公馆店有3场的演出，想去吗？想！拉铁粉大声一点！拉皮粉其实是其来有自，等一下看舒米恩会不会讲啊？下个星期6呢，这个舒米恩也会为我们担任压轴的演出。今天我们第5场的主题呢叫做为希望喝彩。我的脑子为什么？你选什么人选？他也是署命的粉丝哎，你现在最小粉丝是这个，可以吗？好啦。下个礼拜6，你们一定也要到大安森林公园来听音乐。那么，容我还是要跟大家报告一下细节。等一下要填问卷，我们最后会请署名抽出10份这个活动的精美的小礼物送给大家。今天现在人已经达到了1万人次了。